Hello，大家好，又係我江大威勝啊嗱，大家猜下喺邊度呢？嗱，咁靚嘅景，風和日麗嘅日子裏，肯定喺我哋江大錦渡山河啦，係咪？你嘅其他花園都揾唔到咁靚嘅實景嗱，冇錯，呢個就係我哋居住嘅環境啦，就係咁環境嗱。大家想象下，退休喺咁嘅環境入邊生活，即係鎖唔藏手都難嘅嗱。唔使講嘢，今日就帶大家睇幾套靚單位，為數不多嘅現房靚單位，有兩套大兩套細嘅。嗱，大家可以跟住我哋鏡頭嗱往前睇下啦。嗱，前方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世戶型，係啦。你有冇睇佢世戶型喎？雖然我哋叫佢做公寓，但係佢係70年產權，民水民電嘅，係啦。同樣稅費都係按住宅嘅。嗱，話不多説啦，依家就帶大家先睇兩套細單位先。OK。嗱，我哋依家嚟到9樓915呢個單位，嗱，跟住我哋鏡頭又嚟一睹為快先。嗱，首先呢套單位咧就係一個大裝修嘅。嗱，咩叫大裝修咧？嗱，包括佢嘅洗手台啊，同埋啲吊櫃啊，完全係交標嚟嘅。嗱，包括我哋廁所有咩咧？嗱，有坐廁馬桶一啲啊，洗手台嘅鏡櫃啊，嗰啲淋浴設備，跟住全部係配有噶啦。自己買嘅熱水器可以用到噶啦。嗱，入翻嚟我哋嘅呢個就既係大廳，同樣係我哋嘅房間。嗱，佢嘅開關達到3.3米嘅。非常之寬闊。嗱，同平時嗰啲公寓有咩唔同咧？首先佢有個獨立嘅陽台先，嗱，好舒服噶。嗱，望翻我哋嘅別墅景，一覽眾山小啊！嗱，依家又出太陽個景係咁明媚、咁靚仔嘅。佢落雨，佢同樣有個水霧嘅霧景喎，非常之靚仔嘅。嗱，呢套房總價幾錢啊？呢個係大家最關心嘅，只需要13萬，唔到14萬可以擁有到。呢一套70年產權，民水民電嘅，仲有一個最重點嘅消息係咩咧？可以做按揭，可以銀行按揭，可以月供，首期唔需要5萬蚊，即係唔超5萬蚊可以輕鬆上車。月供嘅話可長可短，你可以最長可以貸到30年嘅，5年又亦都可以。如果你拉到最長咧，月供嘅話就300零蚊400蚊。可以輕鬆上車，係咩概念啊？喺香港食一餐飯嘅錢，可以翻嚟我哋錦渡山河供一套樓，退可供，贈可守，可以自己住，可以出租，自己做包租公，就係咁醒目。嗱，有興趣嘅關注嚟揾威勝 ，OK。嗱，而家我哋就嚟翻我哋第二套細單位，係我哋4號樓嘅913，呢個單位係54方嘅，有房有廳。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大廳啦，飯廳、客廳同尋常90方嘅廳係一般大小無異嘅，係啦，一個豎廳設計。嗱，嚟翻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嗱，同樣呢啲係佢嘅交標嚟嘅，吊櫃、洗手台。嗱，包括呢度仲有個冰箱位預留咗嘅。嗱，點解我哋唔開燈咧？就俾大家感受下光線如何。嗱，南向嘅單位光線係絕對唔需要擔心嘅。同樣佢係預留咗個獨立嘅陽台，嗱，都係睇翻我哋別墅景，包括我哋對面洋房嘅空中花園都係一覽無餘嘅。嗱，我哋入翻嚟再睇翻我哋房間啦。嗱，房間呢邊咧就贈送咗個大飄窗嘅，嗱，呢個寬度有60㗎，所以係非常之闊落。嗱，呢個房間啦，包括啲插座啊，啲燈啊，啲預留好咗，你只需要買啲床鋪被席就可以住到噶啦，就係咁靚仔。呢套單位係總價幾多咧？唔超23萬就可以擁有到啦，一房一廳54方嘅，同樣可以支持按揭，係啦，你俾首期都係俾1.5成或者3成都可以，取決於自己。都係5萬蚊到6萬蚊就可以輕鬆上車，月供同樣可以供到30年嘅最長啊！冇錯，咁靚嘅單位就大家有興趣都係嗰句留言關注威勝 OK。今次咧就同大家重溫翻我哋雲浮東如何去翻我哋香港西九龍或者深圳北站嗰個搭車嗰個步驟嘅。嗱，剛先咧威勝咧就喺錦渡山河嗰個係11步大門口處行路過嚟咧都係12分鐘嘅啫。如果唔想行嘅長者朋友咧，可以打車過嚟，都係8蚊人仔左右啊，就可以直達我哋呢邊嘅停車停靠點啦。
然之後咧就往前方行多30秒到，就可以去到我個無障礙電梯啊，就上到地面廣場1樓，就可以去到驗票處啦，就乘坐翻我哋嘅高鐵站，可以往翻我哋西九龍或者深圳北嘅。其中咧去往西九龍嘅班次咧係最多嘅，每日係有10到20班次嘅，就時間咧就2個鐘到。如果可以另一個地方咧，就可以去深圳北嘅，有2條唔同嘅線路嘅。深圳北嗰條線路咧就時間更快啲，有其中一班次係直達嘅，就1個鐘50分鐘左右可以直達噶啦。票價咧就百零蚊嘅啫，西九龍都係攞百零蚊可以直達噶啦。可以做到雲浮東同埋香港咧，西九龍咧一日遊可以做到嘅，非常之方便便捷嘅。嗱，今日咧就同大家重溫翻我哋嘅交通線路啊！大家有咩唔明白嘅，或者可以想詳細了解嘅，可以留言或者關注我哋嘅。嗱，今日就介紹到呢度，我係江大威勝。